嗨呀，各位聽眾，再來歡迎人到底來收聽邊個好嘅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咪講嘅，我等陣我隻 camera 拖出來，咁樣照去。這個禮拜咧，我咪講嘅，哇！第一是講新款嘅菜店啊，新款嘅菜店啊，係咩物件呢？我知道我 checklist 我搞曬個 organize 啊，即來講者就人嘅後點，我有做 checklist 我無 feel 呢 stress 啊。特別有 help 啦，我特別有隻 variables 本普及嘛，特別 at least 你會做準備，唔驚你準備啊，你 variables 來時你咁本 extra stress 咯。特別貴咩嚇？我看到安怎阿龍裏邊紅色嘅呢紅之貴，一電話，喺度啲邊頭整嘅，呢個我看到呢邊紅貴咩？關公。你 camera 冇起下關啊冇？我看到你海，看到你巴哈呢，唔是巴哈，看到你喙海呢，看到你阿毛棍呢。你 camera 冇起下關啊咩？我被做工，所以我你就看，你 camera 是到底你調到底你 screen 嚟。laptop 會啊。OK， 然後我特別嘅邊呢？這個禮拜咧，我甲人講，前款嘅菜店啊，是這個咯，後調咯，阿龍歡迎，然後個豆嘅歡迎，大家好。等我 make sure 講話 recording 有 live 有啊，嗬 ，YouTube 有 live 啊，嗬。我唔知有 live 我就是問到講有 live。有啊。producer 是咪叫我做間嘅 producer？我問啊嘛，個聲都冇好我按所以我唔知有 live。你就去check嘛？你就not check 喎。擺住冇，我陣間你去 YouTube 入邊講。YouTube live，我係看到。YouTube live。OK， 當然講新款嘅菜店啊，新款菜店啊是按照可能我電視會講為咗乜對？呢個咪介紹好咧。哦對。你好寫過咗。對，跟住個應該掉可能應該掉唔係一隻好咯。冇，我啲橋面見我冇入看。哦，แล้วจู่ๆก็รู้จังรู้เจ้าสิ我有朋友嚟接觸。แล้วก็就是去揾食毛菇，哎呦，hello，我英國定係去揾食啊！你做咩個？你嗱我真係垃圾，你知冇？你冇得個知啊！喂，嗱我冇垃圾，我個底面咪有個。我頭先放咗係塞住頭 go straight into his 頭腦入邊嘅，全部會塞垃圾喎。一個毛菇，歡迎毛菇。Hello。你好，個Clubhouse 朋友，Clubhouse 朋友是就即小劍湖啦，小劍湖困了未？我是困嘅，不困，個渣個啦，所以 Clubhouse standard 是渣個啦，個茶比hun，大家好，茶比hun ，hello，微娃娃個調，微娃娃困起未？還是你聽到？我都愛困起。微娃娃一定是困起啦。心臟病啦，特別係大一條，特別一把電話綁掉，然後個有保險啲。保險啲係咩啊？Hello，即係咩物件咯？冇啊，這裡是這裡 Daejeon 嘅 Korean 嘅是 set 嘅。嘅嘅。係咩嘢？呢是 Daejeon，你識 Daejeon？有道路，Daejeon是22整嘅嘢。是啦，這裡小 A 有15年整嘅啊。哦是啊，哦。呢是15年嘅是，15年是我嘅去韓國嘛。有冇？甲估佢15年係16年啊！我覺。迄種呢邊是點？迄種嘢即係 promote Korea food 是第大功勞啊，第大 contribution 係。是咯，只一隻人看咋，出去。就是迄種戲過後啦，哇！全世界隔了 Korean food，隔得嘣一下走出來㗎啦。
是哦，有咧蹦出來啊！แล้วก็只濟人哦，suddenly 咁樣誒走去 Korea 啦，哦，去行啊！我看人豆把是白出去，特別講到食咧是去出去叫掉嘅咯。嚇，特別未是看人豆把啦，愛看所在係咪樣咧？我同你講啊，我去 Korea 講你介紹我看到只佢哋 Parallel University 啊，我看幾日豆魚啊，我按咧我嚇你看幾日豆魚啊？我看我直接 repeat 嚟看 certain episode 直接 repeat 咗，我唔知做乜，我繼續看出去。胡攞夠啦，我胡攞夠啦。拜碗你就我唔係錄介紹碗嘅，你快到啊！我看幾日拜啊？我特別辦公都咧，直接開嚟看 repeat 了看 certain episode 直接邊了看，未係咗。我繼續講告訴你啊，普羅。然後特別韓國冇 convenience store 未使講，so 韓國 convenience 唔講有 convenience 韓國時間了時候，然後食嘅老本事啊！特別好，咱們講下，咱特別講先看嘅七十萬嘛，講 convenience store 唔知點叫我妹，嗰時我唔係話攏食個七十萬嚟咯，咱們就先看嘅七十萬，等陣我啱啱啲主持個比較胖。個有特啲 clubhouse 嘅有嘅朋友阿岑樂沙可能，阿岑樂沙是啲 catch up 啊，大家好，後面 catch up，冇 apple sauce， Apple sauce 真係硬到沉皮嚇，唔是，伊 apple 裏邊嘅白是紅色嘅， Oh my 所以 god，煮伊是最紅色，伊是哦，一個 apple，伊是 heritage apple 了，哦平常啲店買袂到了嘅。 ，I 咁 see，你煮咧是伊白變 ruby colour 嘅 apple sauce，真正好食，一隻湯伊味淡薄成個 rose 嘅味。哇，水哦水哦，我媽交代我叫我甲你講咁事啊，你教佢意思，伊講伊就買，伊講伊就買去找咧南面小三個穿，冇零頭走出來。哦，伊邊出 chemical，就我就俾便行過去白白。唔要緊，伊會找。了個有得，個有石西，歡迎石西。大家好，石西你食咗未？等佢食。我未，哎呦，都乜仔嗰隻啊？哎呦，我未知喎，我 excited 啊！特別等 Agri 個嚟 review 一下。OK，巴魯隻，等陣巴魯區，我嚟。OK，呢度一齊。到即係啲上面海蟲，哦，係咧別使講，歡迎別使講。Hello，我看你唔知你是做咩。你 introduce 人講吧。我 suggest 好路嘛，把它 introduce 我講佢了啊，然後佢了人是 hello 啊。別緊，就把你 start 住你個技術是你個難做。我係說是慢慢塗，可能線嘅了啊，咩老嘅人是真 true fans。你走起來，我嚟啊！哈 ，OK， 等陣 review。唔使正驚哦。S Y bill S at S at 11號70 call 你係咩正嘅？哦，但係貴啊啦。講貴無夠。我都去食方一個字嚟講。佢我一禮拜無地本啊，一禮拜掉。對，了你70塊，但係是第貴是揸住貴字咯，100幾啊？對。100幾。80幾塊，因為我打個表是㗎60塊、62塊，肯定係幾錢？OK。所以我電費最細，我加另外算啊。實對啦，我 refund 都明。I mean refund 。我好รู้知道你了。就話啦。我電費最細。Okay, back to land topic。because 咱歹勢啦，咱開人嘅電話，開人嘅電話寫電開嘅股，記得啊開伊真係別個 service charge 嘅啫，那係 midnight 咪個 ring 啊，佢 midnight 咪個 ring 啊，10個巴士啊，我嘅請後點嚟我做嘅，你表演。咁明啲啊，我你表演出嚟嚇。做咩做？
後啲做咧，做下。啊，那個 conversion 嚟嘅人所以 做依家搞得 itemized drilling 嘛 OK preferred currency 依家搞得水啊！我都想看。sorry 啊，咱大會講咩 topic 啊？差得嗎？啊，對，猜點猜嘛？嘛，先看你猜點嘛。先看猜點嘛？OK，我咪講，我對佢本來知道係我啦，只叮當咪是有啊啦，我冇注意看，當然只係你成個 7-Eleven 那個一人叫咩咩 best 啊，咩 best 唔是 best，happy Happy Mart 嚇 Happy Mart，個咩個啊？個咩票個 Happy Tooth Happy Tooth Happy Tooth Family Tooth 7 Tooth 11 Tooth， K Tooth Mart 係咪 Tooth family 啊 CU Tooth ？See you Tooth family 係咩啊？個 K Tooth Mart CU Tooth 是話第線你韓國嚟嘅咯。哦，我冇去過。他家一像 soft serve 是 banana 見招嘅味所嚇。我唔知是韓國嘅。韓國詩經嘅就係呢兩講嘅，就咁講嘅韓國就係嗰邊啲，actually 韓國是近到詩經嘅。特別是到韓國嚟哦。韓國嚟 CU 是其中一經嘅。你拍架係就係響韓國嚟開架，哇！即世界啊！但係一開自己KL 唔知 KL 嗰時變成個未記啊，新聞有出咗就開自經，嗰啲咪啲開頭自經嘅，點先啊？我當時覺得冰白白啊，講嚇中數揾得大數嘅，講別嘅老本事啊！我講我冇看過 Korea 嘅 convenience store is Korea theme 啦。你講你邊會見特別咧？你講未特別機咯，係咯，未拉冷機，這邊看到唔見嘅咯。特別機啊 ！Korean fried chicken。哦，有 Korean fried chicken 啊！但係樣嗰啲係 frozen 啊，入嚟做燒嚟食嘅啦 ，actually，你唔是哦，特別我冇食過，我冇去過，我經濟時我去短期時我去叫咩啊？Q 啊 ，Q 1 and 2嘅，攏在 Q 哦 ，Q， 到底 Queens Bay 嗰邊嘅，依有隻 Q 1 and Q 2嘅嘛？然後我去嗰邊食時，我 after 食了時我去食伊嘅啲金蕉 ice cream， 是金蕉嚇。哦，金蕉 ice cream。嚇。Interesting。我食冇。OK 啊，是金蕉啊，未記啊，因內 flavor 成個是金蕉就。我冇未記啊。Live streaming， 我看叫就對哦。Live stream， 會叫就對哦。Tapi dia YouTube 佢 still alive 啦。你 still 啲烹掉個，特別我唔知佢 continue 就對哦。特別 live 物件哦，有看到，攏會看到物件哦。是看下啲邊樣咯，冇咯。Live 是看了路。特別看下你錄。所以你看到我講話啦 ，OK。我看到你講話嘛咯。OK，then OK，當然看到，你啊係冇？我嚟調去 Windows 時係 crash 嘅 app。特別我個未我 OCD 我個未一啲看到一轉咧糖啊，一啲 Windows 可以看到咧，淡薄物件我個未得閒。以後我個未調啊，你知道我調 crash 嗰個 stuck 嘅，已經 live dangerously OK 啊冇啊。哦，好菜。我係笑呢話 ，OK，then OK convenience store， 你講 C 嘟是 CU 一target 愛有個百間都唔係啦，呢是 under my news 嘅。My news 係咩嚟？哦 ，My news，呢是 My news 俾 Korea license 啦。啊，對，伊也嘅 franchise 過來嘅。哦，咁就自己都貴嘅老本事啫。對，貴嘅老本事。你講詩經呢？我是講詩經多個咧。詩經convenience store 呢，特別貴嘅老本事即係詩經嘅。哦，你是講詩經嘅票頭嘅，哦，詩章。我想你講係你詩嘟是 CU 是
有嗰邊有4間店呢。冇啦，冇，我意思是講全係你講下，意思是種嘅名係咩？有一個其中一個唔是個人嘅咯，佢哋是第出名嘅咯，第出名嘅 number one 咧。啲韓國票呀，就伊啦，唔是個人嘅，石嘟伊拉，石嘟伊拉嘟。哦，你朋友是 CEO，特別 CEO 本唔是講第一種嘅，就 CEO 本唔是講第一經嘅種啊，特別伊樣爬嗰啲海外嘅市場，爬那個好咯，所以用成走住佢咯。然後正大咧是GS 20個，佢哋是正正經，嗰陣時我佢記得本塊嘅，咧10部最勁嘅，然後另外一間叫做 Mini Stop。mini stop 停落嚟 mini stop 我叫你因為你有個嘅 selling point 嘅就 mini stop 咧，你特別食樣係 Belgian chocolate 嘅，Belgian chocolate ice cream 啊，我試過，講你啲個人你食未掉嘅，你其他所在，誒呢個是真係辦幾種，像是講一顆米記面都有一張你乾嘅呀，是真正好食嘅，一係很時練出嚟嘅。大冰棒，搞得幾平行，平時看出來真正好食嘅。แล้ว個別咧，個別票咧，嗰啲就係啲四段嘅咯，四大白嘅。OK，差唔多呢個面水啦，正大 chain 嘅。唔是咩？franchise 係四間。係咪乜個講？唔是咩？特別唔是就係咁正嘅。唔是就係咁正。唔是就係咁正嘅，入時嘛是冇就係咁正嘅，我冇看過就係咁正 ，maybe 我 miss 掉啦。入時唔是就係咁正嘅，但是我冇錯嘅話啦。入時特別唔是就係咁正。名是叫做24啦。我會記。係啦，有一間叫做everyday 就，而家我就係講嘅就。冇上店。actually 是 hypermarket 嚟嘅就，叫做is hypermarket 嚟。例如24，個everyday，就特別everyday，好似特別貴嘅。some days，美國24冇就係咁正啦。everyday 啊，我見你面嘅，我everyday 都冇貴嘅啫。係24 minutes 啊，唔係24 hours。everyday every month someday 呢 somedays 我阿龍你使去你看你 frame 你去你頭中我 help 我俾 reset 喂你啊同埋你去中 as 中 as possible แล้ว我對會選 as 中 as 英國中Okay, alright. Okay, 我先 set 好先。安怎？我安尼，我聽到落雨聲啊！我聽到這裡落雨啦。有落雨。你幫麥啦。不要緊，你有放到咯，伊是 white noise 啊，我就是講 white noise。แล้ว個等下我會去看特別拍算，咱人嘅全世界正 7-11，那是講無錯啦。我去過啦，7-11有好料嘅是有家己嘅物件，啊，個正好料嘅是日本咯，日本嘅7-11是正濟養家己嘅物件。因為是發展7-11發展係真強。然後第二咧是台灣咯，第三咧是泰國。因為有嘅7-11有家己正好料嘅物件。呢邊嘅7-11賣物件，個 CEO 個 US 你發覺上物件係咋？冇咩特別嘅。我諗我是冇美國冇是特別。是咯。特別有日本有家己間嘅7-11 only 7-11嘅物件。我係記定到嘅時啊，會俾佢哋 AirPods 上面 iPod 嘅時啊 ，iPod Shuffle 就啲7-11度賣嚟記哦，就日本嘅位。你就會去日本嘅7你記哦，裝嘅記。有 iPod Shuffle 係啊，是張嘅，是我會記。แล้ว阿龍講話就阿龍 ，Hello 隻包妹，我check 你 position 啫 ，OK。แล้วก็有個OK，so 我就係講上地本正出名 convenience store 是唔是？就是養7-11咯，
我見就行去甚至都去 7-Eleven 咧。哦，誒，我唔捌要俾人哋 sandwich 啦，chocolate 但係你冇看到，你冇可能知我 post 咩？你你 post 我睇你八達只 post，哦，你去邊講嘅post 事？迄個cross，冇我買對來伊迄個 frozen 嘅 croissant 啦，sandwich 啦，迄個burger 啦。你到啲 7-Eleven 嘅票嘅你？對，你講下，人講下。票7-Eleven買。哦，你講下，你講下。啊，佢小金出名是 toast， 伊 toast。伊 toast 係咩？伊 toast 真好料嘅啦，入邊有 cheese 啦，有 cheese 啦，有係 ham 啦。ham 哈，伊唔是很時你買啊，很時硬後路嘅咩？很時去燒後路嘅嘛，多少路嘅？對，แล้วว่าชูโบเลยเลยtoast maker มาแบบกินถ้าว่าอยากให้microwave with 你冇係你 hot air balloon 先你叫咩 air fryer air balloon air fryer 呢個習慣嘢俾你笑啊，真得習慣啊！我唔知咩事，我未講嘅喎，我特別講，我未講 air fryer，我就是講 hot air 就係。1 2 3成日位朋友佢哋 unisex 講 bisexual 我唔知佢嗱，我直接上面聽我直接講 hot air， 你唔 Amelia 話 Amelia 定啲時我去 KL 時候，我講要叫佢哋要做佢哋啊，maybe 我唔知係小劍會叫，我要食佢哋嗰啲叫咩啊？一條嘅呀，油炸粿，我咪食油炸粿嘛 ，because 伊煮白骨茶嘛。然後我講聽面咧，佢煮白骨茶要在佢撬嘅啊，唔是買啊。我講伊聽到出來做白骨茶，伊做，所以伊撬要在啊煮嘅，所以我咪是你叫我食攞只個食飽咧嗬，阿妹我個食白骨茶啊。Anyway，伊個叫我講叫伊做佢哋叫伊係你 hot air balloon 我哋佢咩？自己 hot air， 幾係咧 hot air。我個 icon 咧本嚟數，所以就是講 hot air balloon 嘅。Then OK 係 air fryer 咧，你部 air fryer 咩即個就使。我冇做 wifi 嘅，所以我係去 microwave 嘅。actually 嗬就使啊 ，air fryer 特別你冇煮啦，你 air fryer 嗬煮真好用嘅喎。你先講下，你煮low carb 嘅物件嗬，你先你咪成 roast 啊物件菜啊，什麼嗬，啊才陣去我個做包完了，我真係去哦，already pre-made 咧嘛呢，然後我被 heat up 係個烤garing嘅那個好食，一個快10分鐘呢，即係煮個了啊，因為個 garing，是講你冇隻 garing 嘅 low carb。特別你攞做係咩物件啊？第好做物件就是煎粿嘅物件，成日講你買油炸粿啊，還是鹹煎餅啊，還是係咩物件嗬？伊度你夾去 hot air fryer。你咧係咧 hot air balloon 咧，一對我直頭講 hot air balloon，不當我就講嘅。阿我借紅開頭真呀。你係嗰講 hot balloon 嗬，那 just 100塊美金，100。冇啊，我唔係啊，冇我 suggestion 咧，我講 hot air balloon 我就我講咩意思啊，所以我咪冇話。佢應嘅你話咩笑啊？你咪真係冇力啊！了 ，OK， 就你講，所以你買係咪對嚟啊？แล้ว我個買伊杜拜嘅 burger 你知道杜拜 burger macam-macam 嘅咯，有 spicy 嘅啦，有 double burger 啦，แล้ว伊是 frozen 嘅嚇。伊唔是 frozen，伊冇 really frozen 啊，伊 just reheat 嚟食一半，伊 reheat。哦，所以伊特別係啲成都嘅，睇下你去買時就係成都嘅啦。係成都嚇，伊等一禮拜啊，對。哦。真好食啦！一個就係飯，就係一個有咧樣出邊嘅飯啊，比如講有迄個太白燒炒雞白啦、炒肚白啦，呢個夾嫩嘅呢係飯。哦哇！半暝你有時樣 restock， 伊 restock 是半暝1點嘅，你去嗰邊哇，你去買。就是成日前嘅 convenience store 啦，伊無成日人這邊嘅，無咩有物件嘅。咱係切驚嚇，咱係切驚無呢錢。切驚，你諗唔是㗎啦，咱係切驚整
未食咧簡單 instant 食嘅物件。Maggie 其他面，你看到日本嘅台灣嗰個香，台灣是鹹日本有啊，我你講，你係買 concert 嘅大門買會到，我跟你講，我有一個朋友伊就是咱 clubhouse 入邊捌嘅，伊有去過國際幫幾哪島嘅，是多啲個咧，所以伊捌到對於台灣，而家是伊捌到3年啊，對厝啊，係了捌到個開嘅嘛，樣嘅冇得，所以伊對去咧，我講啦，因為是講我要叫人講。要寄配互我誒，所以我會使寄去你厝咯，你寄過來互我，所以迄人面 send 啲嘢上啦。講我會使啊，講我會使啊，我講特別我唔知邊麻煩伊寄會麻煩，你講免啊，小去 7-11 都會啦，已經講。哦，所以 7-11 就睇啦，但係我厝樓下冇 7-11啦。哦，呢個就是幾個時候美國叫做 convenient，誒，所以真係 convenient 嘅啲台灣。上班嘅時候，成個阿龍阿龍對去，比如講對係咪攞啦。แล้ว我唔知伊ไม่包幾號啊，บอกกินว่า佢去7-11可以啊。你去7-11嘅。伊兩個7-11就是成個往美國 Amazon 嘅咧。哦，是啊。到就是基本，所以當然 Amazon 買係佢叫咩？小個未記，係 one of the thing 我講未出嚟，唔係 hot air balloon 咧，係 fresh market 啊，是叫 fresh market 啊。Whole Foods yes， 對，是講 Whole Foods 啦，對，嗰個就未使講過來啊。Whole Foods 所以你使成日講，你使成日寄物件好，嗱，使講你無地啊，你買 Amazon 嘅物件，你使寄去 Whole Foods 誒落個誒。一個開落個嘅，有啲去 Whole Foods 落個嘅嘢，有啲係 return 會使，冇費冇 charge 嘅，你知道自己去嘅呢 ？Because 伊人嘅送貨是叫送去伊個 Whole Foods 是用送貨去啊嘛 ，because 你使 return product 到啲 Whole Foods 本嘅，所以你使用我啲 shipping 我啲 ship 去啊，所以用較方便啊。因為啲神有冇人地處啦？係平落個位啦，啊，諗咩啦？因為 Whole Foods 是 Amazon 嘅 grocery store 啊嘛。Bella 阿本有，特別是 selected 呢，佢這樣做啲 petrol station、shell shops，冇就是係啲咩 Star shops 啊，Caltex 嘅。即係 brand 嘅伊嗰邊嘅 shops 啊。誒，啷叫咧？喺 Shell 嘅啲油泵入面店，啷你叫做 convenience store 本呢？你屬於 convenience store 本嘛？屬於 convenience store 本咯。油泵這邊油泵嘅店係叫 Quick Trip 喺度有貴濟啊 ！Quick Trip 伊咪是 Quick Trip 有賣咩嚇？就比賽講 Quick Trip 咪是賣食物件。Condor 係咩 ？Condor condor and then pretzel 咯，係講。冇啊，娃娃好似係娃娃。娃娃 Southern 嘅娃娃是。娃娃加 sheet。娃娃 Florida。做 hot food 嘅。特別我講我真係咪馬來西亞別做喺裏面嘅。伊你切件啊，無賣迄個物件，就是因為咱巴沙馬咱是阿妹通食安尼濟，咱食supper 物件安尼濟為食，所以伊要賣物件咪是賣買嘛 competition，你咪是賣 roti canai 咪咱慢慢無人愛買。是啦，是別解咧，成個講我哋 highway 油泵咪有 convenience store，我哋 highway 油泵。誒，點解我人嚟厝嘅買啦，我人嚟厝嘅買。美國冇時有 convenience store 啦，Walmart 入4點鐘嘅。對喎咯。特別 Walmart 特別 city 啦，你都去 city，咱金邦無上嘛，咱金邦一頭去 Walmart 一條，但是到啲 city 為何你成個伊 building 就係咪是四間一間 convenience store 嘛是較方便咯，對。咱無上啊，咱換車啊，咱就換車，然後去店啊無上啊，到啲使到你city centre 嚟講，你一間是四間 convenience store 就較方便。你成個你去 New York City 咪是較濟，係款嘅 convenience store。而家我大這邊啦，majority 嘅 convenience store 是2大 gas 泵。
哦，對對，有ปั๊มเลยbecause 人去ปั๊ม油嚇，你河路嘅時啊，人自己potato chip 啦 ，lottery ticket 啦 ，buy 啦 ，free 啦，อัน關鍵嘅咯。So guling so and in a 24 hours 嚟講啊 ，usually 嘅咧係話啲就是做喺你 gas farm 嘅。我去日本一路嚇呀，做工啊？阿隻康嚇冇啦，做工是隻康，隻康啦，隻康。我去日本啊，第時隻康我mid November early December 攞呢塊嘅。先算飛嚟 Korea 就見嘅 ，OK。actually at first I either 是韓國還是日本嘅就係咯，特別韓國即係介貴嘅飛機票嘅。是咯。哦。特別 actually 那是特別韓國旅遊就強嗰種，Korea 揾本路嘅就強。是咩？真係貴個。美金真貴，古早是一邊1000對一塊美金嗰種，當今是40嗰種。哦。我使去哦。我明唔記，唔是40，是我唔是40，是一塊美金當然是1040嗰種，唔是1000嗰種。對。落冰。阿龍，你頭先聽哪 episode 你美股嘅告訴啊嘛？還是我去你厝啊？我係大個佬。你冇險嘅話啦，我是冇問題，我就是有所在互你困托卡。我係使買一個面層互你困托卡啦。if 你冇險嘅話啦，我是冇險嘅，真方便。我係강남真方便。我是冇險，我知我第一嚿險嘅物件係咩嘢？Linky 砧板嘅咯。Linky冇問題，你食貴啲冇要緊。是砧板特別大。砧板就打就有一個 temperature 了，袂使講咩，袂使有鼻。但係你成長性啦，冇好。你睇你去做工啊，我個長啊。是啊。有嘅砧板韓國袂使掂到落 roll 入去嘅啫。你唔緊。當今做嚟做字是會使啦，because 人嘅注意壓無人安尼伊會使啦。你話 OK， 你話 OK。office 袂使，我 office 當今個袂使個。哦，我做事所以我 office 裏邊咧，有時係啲什麼堂裏邊就我第一件事喺裏面見佢講，什麼邊個點講？個人打波就前期嘅就，所以我唔知期裏邊咧，你看啲什麼堂，伊裏邊做嗰啲白本嘅就，冇使嚇，你幫曬做下，你冇學掉你。咦，使樣嘅前期，按照前期咧，樣就前期上嘅，前期上咧，使冇食嘅啊。唔是冇食，特別樣嘅用錢啊自抓咯，我意思是講。哦。樣錢嘅意思冇嘢啊，所以所以嗰啲係地位嘅，所以你看唔到嘅。所以你未見嘅得嚟攞嚟嘅嘢咯。特別有味嗰啲，特別有味嘛。味是冇辦法咯，會找特別每啲樣常常會你 automatic 嘅你出嚟啊。哦 ，air freshener。假借袋咧，但是有一罐物件係有呢種，是你用了貴啊，你特別你冚轉抓味冇去，對，冚咩味去？我成個一答冇清楚。同你是講 convenience store，就諗變咗講慢，你邊個講慢不是 convenience 係嘛時候？冇，我咪講方便啊！你在你在台灣人叫便所啊嘛？就問。對，日本話嚟嘛？嚇？日本話嚟。哦，便所係咩意思？而家是樣嘅 Japanese influence 嚟。哦，我看到啲Clubhouse 嘅 Rosalie 啊，你叫 Rosalie 講話 Hello Rosalie，歡迎 Rosalie。我收過你啲教我看講。伊啲教你拍曲嘅，伊講saya sudah 28 tahun tak cakap Hokkien. Thank you ada Penang Hokkien boleh belajar balik Hokkien. Yo, cảm謝。Hello Rosalie， 歡迎。等陣。我未記話邊 Hello Rosalie， selamat datang， 歡迎，有通講福建話，你不知有講聽較濟啊，是要練習要 practice 時會使起來參與人講。Rosalie， 然後 OK， 然後個有我會講咩 ？OK， 便所，當我講個 convenience store 時，我就想到成個便所，我是想到便所喎。有人是會使去阿咪講你方便嘅所在，
啲會使照在經嗰種。哦，安怎水啊？一般是唔知，就是講 convenience store 裏邊有 convenience toilet 本嚟。哦，你使用嗰邊 toilet 嚟，啲 Korea 是會使嘅啦。public 啦，咩使自己用啊？有你 7-Eleven 嗰時哦 whatever 啦，唔是講 7-Eleven 啦，你四大間啦，有你是有 toilet 頭都用嘅。哦，特別你特別自己間嘅鎖匙嘅。哦，這邊本上比咁本上。特別較濟免鎖匙嘅，because Korea 都係冇時間鎖匙嘅，所以你看你搞得要寫到嚇，要好似你過嘅。個好，特別個是講呢度訂咧，你咪訂咯。呢度訂啦，即係能使訂掉佢哋，有呢個就叫訂。冇啦，依時你問別講，佢哋是人接企點先，伊無使過，接企點樣訂嘅嘛？你出來點先免訂嘛？對。啊，所以你bằng了過又你免訂，你接企點樣訂？有人老細啊，過咗淡薄，不知佢寫就得。我是冇啦，有人味道，你使跟住攞買味道，碌緊使。冇個味道嘅使是唔要緊，我是買味別人使。我成日見啲佢就係經，係講炒味嚟講。攞當時味道嘅使，你會計味啫。哦，數嘅個骨都冇。我計味啫。但係嘅使會打你嗰種。你知道嗰個 let's take a deep breath。Oh my god！去年我着到 COVID 嘅時，我去年我着到 COVID 嘅時，我冇味素，了味素到對嘅時啊，會食半隻後面會味着後面，特別啊，幫曬未味着，出一個未味着曬。哎呦，好咯，未味着曬味。就到我去 clinic 嘅時，我做 clinic，你就知我讀卡吹嘅嘛，我去 prostate clinic 我讀卡吹嘅。我啲做工嘅時候，我看我未試徛喺伊個病人嘅面嘅背啦，佢伊啲做面啊，你看做面你看，我看伊講你蝦米，了伊我等你病人走嘅時，我講你蝦米問題？伊講你無味着啊，伊無洗卡吹安尼臭味。了我直直想，有影我看到真係一洗啲伊卡吹嗰邊過咗，了我無味着就佢哦。了我甲冇注意啊，我未味着晒啊。哦，你落股嗰個堆嚟啊？了三個月咯，3個月咯，冇堆嚟。哦，我頭先味着時有家己嘅晒咯，我味着晒時講，哎呀 shit， 會味着了 ，damn it。我方便咯，方便嘅味着晒。梗係爽啊！崩潰咯，個味。你食物件個味道的，是干那幫晒味道呢？because 伊無相嘅嘛，because 伊無相嘅嘛，伊味素是無相嘅物件嚟。咱嘅皮革會經物件來味嘅啫。對 ，very specific。and then 就講咱人嘅 memory 啦，講嘅物件、聽嘅物件、食嘅物件，其實啦味素嘅 memory 是第一長嘅啫。哦，第一長嘅，你是之前味道嘅味素，又你記到死時你個會記過嘅。Long-term memory is in the temporal lobe。邊啊個你會鼻誒你會腦會 process 你會鼻誒。邊啊？olfactory center 個 long-term memory 是邊啊。哦，所以我知。味素是。袂怪啦，你若是味着一項一個味，你真正你細漢嘅時，真正久無味着啦，細漢時你味着啊，一下呢，你對起下嚟點先咧？你 flashback 啦，都對起咧。transport 都對起。transport 都對起。哦，味素是第一長嘅咯。咱夠好聊嗬，咱即係 convenience store 咪講嘅味素，然後咱就 convenience 係，咱咪講 convenience store 咧，是咱講學嘅話，到底別人嚟講，咱咪叫咩？我是叫做便利店啦，而家我就是用便利店，佢都知我睇到人車。哦，我唔知喎，便利店係咩？便利咯，便利就叫方便咯。便利啊！便利啦，利係咪利啊？便方便便啊？利用嘅利。哦，便利。利用就是你在用咯，所以是方便，好你會直接嘅用到嘅店嘅。所以但是講咱講菜店啊，唔對呢？菜店啊。特別 actually 菜店媽伊會唔對時，你最說，最少有菜店媽這個字，菜店媽這個字咧是台灣冇用，或者中國本冇用，是佢哋邊兩個人用嘅。所以你去我唔知南馬人有用冇啦，我唔知啦。古早是有賣菜，所以叫做菜店媽就。哦，
當今就冇被裁咧嘛，咱人哋上次驚人被滴阿基人，當俾咧打了咗。古早是有被裁嘅，啲檳榔嘅歷史裏邊古早是有被裁，即係個裁咁啊，當今就冇被裁咧，呢度 already in method 度換啦嘛。所以成冇人家咧啦，New York City 冇人家要被裁嘅。啊，古早即係古早嘅檳榔假渣已經。橄欖豬大粒撐啊咩？雲椒啦，或嚇叫撐芡菜。當今是冇食蕉，你講啲物件嘢係嘛？呢度冇被裁咧。我記阮，但就冇啱誒，菜店往特擺去啦。伊後尾有成都誒，咧成都嗰邊有賣白菜啦，大粒菜啊，即係包菜啦，啊，同埋多啦，你看物件到啲係咪成都嗰邊？嚇，棒光嚇。對咯。當今就冇真正賣啲物件咧，當今嘅菜單媽嗰陣時就係賣餅嘅咯，賣餅第一隻咯。當今啊，當今嗰個菜單媽嚇，邊咧有隻隻菜單媽嘅，嘅。我有去到一道啊，隻隻我有去到。你就驚住你啲變咗菜單媽嘅味。一咁好味咧嗬。伊淡薄成下你炸嚇掉彈料味所以使你更好驚很照乾咧味啊，因為古嘅茶嘅味所嚇，呢隻味道就種 childhood memory 嚟。但我你講菜店話後，我就想嚟講新款嘅菜店話後，即項物件老款嘅菜店話有嘅啦，較濟菜店話有嘅是係咪物件？當今新款無嘅，米羅丁掉落去出頂嘅。哦，係Louis，拖落來，唔是，係Louis，對，抓住，伊跳落嚟，咁走Louis，嚇，對，走Louis，這就是真正 unique 嘅嗬，這物件，睇點啊？對，бан山古過嚟，我in law 咧古用翻嚟。бан山咧掉去到掉去天嘅，бан山哦，掉去頭頂面啦。哦，你有 cover 啦，有 cover 嘅層бан山啦。佢未可能頭貼類嘛。冇 cover 嘅，掉去啊，未可能頭貼。哦，你都掉去得咯，迪哥啊，啥物？你咪做咩？叫 weight 啊，唔係 the other way 嘅，意思係你上架係你錄在你，普利，正係你 Q 係你。pulley 啊，佢哋嘅要攞柄嘅，你 the other side 咧你一掟落嚟，所以 Q 落嚟，我知，因為是做咩掉到啲三位嘛，係是講 open air 得掉。伊出頂位啦。哦，但係是唔是 open air 啦 ？OK， 伊是有 cover 啦，有出頂嘅。哦，半山腳啊 ，OK， 半山腳啊，咪是成個菜店晚啊，可能。半山腳。哦 ，OK， 好啦。我是 imagine 講，安出你扛到啲個口，安出掉你 hot air balloon。hot air balloon。哦 ，hot air balloon 啊，你用 hot air balloon。呢係 air fryer 到啲聽。掉大浪。air fryer。OK， 菜店晚我同咪講到啲你 convenience 講便利店。即係我直接被講便利店，所以我特別去便利店。便利店啊！便利店啊！便利店，唔是便利店，便利店。唔是便利，是便利。便利。利用嘅利。利用。便利店。哦，便利店。便利店，係咪 unique 咧？行啲其實experience 嘅經驗對唔嘅，就係開門。即係開門看到爸爸咁。就打到會 condom， 因為是真聲啊，就絕冇意思。其實要老講歡迎光臨。中國上一時你講你好歡迎光臨。有時候咧滴滴滴滴那些叮咚那些。後調，我俾梅魯，做咩數人講便利店，人冇講方便店。What are the difference？ 唔是冇 difference， 便利店是話生出嚟本嚟，人哋普通話裏邊咧，華語裏邊是叫做便利店嘛，冇人叫方便店嘅啦。哦 ，convenience store Mandarin 是便利店啊 ，OK， 我覺得冇咗嘅便利店，感謝。烘便利店，唔是袂使，就是即係冇講冇用到，你變咗人哋字字經嘛，普通話裏邊就人哋字字經嘛，用便利咯 ，instead of 用方便，唔是講方便店錯，而家冇人即係冇關事講嘅嘛，冇即係冇人用咯嚇。OK。但係convenient嚟講 ，literally translate 所以咧叫做方便店嚟哦。
不過特別方便就是加錯攞就冇啦，是講，because 方便是講嗬，人哋都就做方便顧另外一個意思嘅，就是佢幫使嗰種。對，嘛，但係你講會使去做真辦啦。我去方便啫，你是幫使意思嚟，就講好，你學我去 convenient 啫。哦，所以你用啲方便店都真奇怪嘅啫。對，所以便利啲。但係你講利係咩利啊？嚇，利用嘅利。利用嘅利。利用利就咩是講利嘅利啊？利嘅利，對，利。你成日用嘅利。啊，你順順利利嘅利啦，順順利利嘅利。順順利利嘅利對。OK， 便利店 OK， 然後OK， 所以咱就其實便利店裏面係咪第一教門嘅物件？但係人講你，我是想到我一去到便利店嗰時，叮叮，啲你彈嘅聲就係你門開嘅時，還是伊門要整嘅。你邊頂嘅話咧，嗬，我有上到上面見咯。啲個咧我冇 feel 到嘅，你邊頂有 feel 到嘅，都只係去便利店咧，就是會 aircon 嘅所在咧。你諗住嘛？你淨係只見就是會 aircon 嘅嚇。啱。啲個咧冇人關係 because 個咧有冷氣嘛，所以只叫東西有可能是熱伊開 heater 嘅話，但係邊頂咧是100%先是冷嘅係對。然後我特別是要去買水，你睇到啲出去個口子要緊買是買一罐嘅水，冷嘅水啊。特別樣物件較貴嘅，就我未記啊。特別錄 aircon because 有冇好出水？會興定去食呢啲，會興出十塊定去食，會興著晒定去食，會興著晒定去食，但係就會夾女淡薄。個女你冇講佢啊？同我講啊。耶！同我就嚟講成一 report 啫。伊講70幾塊。伊講70幾塊呢？70幾塊啊？OK 啊。特別冇，伊頂位置百幾，百個十幾嘅。但係你其實講你，但係你計用30塊呢啦，係哦。OK 啦。冇啦，伊平常時用，伊講平常時60-70塊，แล้ว我用變150咋。哦，是啊。double。哦 ，double 啦，double。特別調換啦，你可以攞你嘛，攞人啊。伊個會 charge microphone 啦，伊 MacBook 啦 ，iPhone 啦 ，AirPod 啦，就到對 iPad 吹啦，收音機啦，冇收音機啊，吹機邊。抹針啦，抹針啦 ，charge 架輪啦，有四沙啦。power bank 啦 ，because 有陣時手機冇用 power bank，特別攞特別需要用 power bank 嘅。我屌！我成日是我而家出去包辦啊，我照人用七鐵頭。人講做呢邊係大粒，你我俾照人用數。我有時就出門啊。because 加隻國家是，你特別用自己包辦。特別我覺得講 Korea 有一部水嘅一部事啊，你去食物件店啦，你會使知道佢哋電話機有叫炸小爐嘅咋。哦，可以去，伊就掉俾炸實咯。係啲伊講都會炸實咗就。哦。ยัง never say no 嘅就。哦，所以啊，嗰一部真係好就是一個，你看到你係一條電話係啲人嘅講都會去炸實。但係個因為間轉啊，你食正餐所在哪電話都係。你如果你自己講都有陣時你看到 cheap 嘅電話係啲邊炸實咗就。特別好。有後面有下，聽朝我去迄個咩海底撈嘅時候，海底撈嘛是就冇海只貴嘛，伊較 high end 嘅嘛，所以伊到底有炸咗嚇，我未記看。這個我唔知啊，我唔知伊到底。海底撈有嘅，我未記看看有。即邊嘅會門去海底撈。哦。有嘅，伊有些 service 海底撈，特別海底撈有啲係貴啦。就有好多 service。我捌去一道啊！我是絕對是要去厝邊啫，因為我唔捌去過，我聽人講嗰啲嘛。特別我個不講真係有，所以我只係試我冇講話啥物特別啊。伊是講伊 service 好呢，然後是成個個路即刻出現，很好啊。我去接飛機嘅時候。伊食嘅物件是 OK 呢，特別伊 service，伊是 ambience 嘅伊 service。伊家錢較貴，就是 pay for 伊 service。伊家錢是請你，人我講聽就好啦。我講聽就好啊。跳舞啦，我冇佢哋看咪，係咪看咪？什麼？哦，拖咪，你咪看拉麵。我係什麼？我先去嘛，我記定住我去你 Queens Bay
Queens Bay 位吼，頂兜是卡拉 OK 嚟嘛，你 Queens Bay 嘅所在，頂兜是卡拉 OK 位了。我去迄邊食時，我係媽加我係 nephew 帶我係媽來，我甲我姊。我未記得參，I think 我 nephew 帶我係媽來，你我媽，你知我媽當然要我幾行到一隻動格，我見講公司行咯，冇 with help with support in need 嘛，我去行動格，所以直接來呢，好，人看到伊行動格啊，你樣就慢慢，安迪慢慢看你行去到我到頂位知哦，該好呢喎，你個該行動格喺這啊，該行動格他們物件喎。所以 OK 啦，我是 rasa 了，伊直直成個我坐條是伊直直問我講係你等了病等人來，我講下國際嘅等來人，我甲佢知㗎嘛。你講 OK，唔要緊，你就將我成日但冇物件，你食你去夾物件，後我食，看咯。I mean 伊物件個咧是你平常時家己會使家己去夾物件，特別伊成日食學細你就照豆咯，照教。伊夾好鬼子嘅呢。夾鬼子夾你伊豆花你。一隻豆花啫，呢個豆花好食咯。你知有邊樣嘅海底撈啊？伊嘅物件較好食嚟就 ，because 我諗住邊嘅啊，伊冇豆花喎，伊個條桂子㗎，唔知咩啊，土豆呢物件咧。呢是 market 啦，無上嗰個收無上 food，冇安尼事件啦。咱 Asia 嘅 market 自家食呢物件嘛。等人食嘛，等人食嘛，這邊海底撈。特別伊無豆花嘅概念，係條鬼子。一個不當嘅 ice cream， 個不當嘅 ice cream。我係買地華魚 ice cream 嘅 dessert 先咯。我係買地華魚，我係買我唔知咩事啊。一轉隻，點解買定到正時是阿毛嚟？你啊，一轉。做咩？阿毛誒靈魂，伊是阿毛嘅靈魂。伊嚇，只是嗰隻，伊只是嗰隻 potato，只是嗰隻 ice cream 嘅，先攞下物件嚇。伊嚇，伊小，伊成個往去話細人嚇，去食伊往 breakfast 啊，食 breakfast。我係講物件，你食項物件，驚啊！佢另外食有啊，當然食有，可能食有，阿冇食有啊，驚，伊 OK 啦，伊 enjoy 特別，我就講阿咪有 ice cream 啊，我目睭劍起來，伊講嚇 breakfast 冇 ice cream 啊，我講有啊，炸對有 ice cream 咩啊？有 ice cream，伊有 ice cream，冇正經嘅，伊在外馬斯卡咯。แล้วว่าที่แกอยากไอศครีมหัวอีแต่冇上嘅 flavor ไอ้กันแล้วอีกอย่างปอตองไอศครีมว่าจะมีว่าจะดูอะไร試下俾幾咩？我妹我做我妹邊個妹？嚇，邊個妹？哇！邊個妹？ปอ ice cream ปอตอง嘅呢？好少。我見攞3支。我嘛就攞幾我隻自己，แล้วก็เลยจิหุเลยอ่ะกี่อ้ออ่ะหายมึงเกี่ยจิหุเลย唔是咩？一隻嘅 scoop 唔是หุ啦，一碗啦，จิหุ是榴蓮，要知嘅是หุ啊。嘅榴蓮裏邊冇血嘛嘛，俾佢。對。ice cream 你冇血嘛裏邊？你冇血咯，你冇帶。冇血。誒，แล้ว我覺得 convenience store 啊，便利店南邊個係咪物件？買條係咪物件？檳榔嘅呢？檳榔係咪物件 unique 是檳榔嘅？因為未使落地價呀，補落地價呀。但是講我便利店我都俾買啊，成日講都是係薄加呀加 butter 呀。咱應該有安尼物件，特別咱咪冇咯。如果就說別人食啲物件，佢嘅啦都有咧。有加呀 jam，有別加呀 jam 啊，特別我就是講啊，伊冇做落地啊，咯。我是講做衛生嘅，咱別人食物件。做啲咧便利店裏邊借咗食物件，就咱就照就過日時就借咗。哦，都要所在都只，特別有當時你想要入去啊，那是講那邊即生理話啦，啥是未做呢？人看到啦，本地人看到講，我有事，我做咩事要去迄個
切件會食，即係落地加油，不要去到嚟，後面誒，把你所在咪把都搞完。你就咱就搞講要去食咧，我特別去後面咪，我係識去啲 convenience store，特別我那時，做個就係 end 啦。都你要買呢，你都要做較特別淡薄，你要做伊個你落地加油有淡薄 special 誒，所以成日伊做成日參你在迄個日本啊誒。日本啊，有一種食咧，食金菇內面有紅豆嗰啲叫咩啊？有紅豆嘅，嚇，你唔知叫咩名？哦，大牙雞啊，大牙雞。嚇！我今日睇伊叫做盤鵝棒，我唔知咁樣人講梗係好食，我食咗都無半項，做咩事安尼濟人suka食？相關嘅啦，有人講係你萬象粿好食嘛，特別唔是講特人本 suka 食萬象粿，就你伊學日本啊，還是學韓國人食啦，因無感覺到萬象粿特別好食，但係一對人嚟講，伊 feeling 無相嘛，因迄個物件是因超脱嘅地方食嘅物件咗，所以特人食啦，自然 nostalgic 嘅咯咋，所以人講就好食，我本無 feel 特別好食嘅。哦，你咪韓國人特人本 suka 就，我只係是 ice cream 嘅 nostalgic 嘅物件嚟嘅。所以我只係是 ice cream，咱個做啦，好食。咱做南面遐伊個係榴蓮啊，是係加亞南面嘅咯，所以咪是，所以你食較淡薄特別，成個叮當你是加媽嘅頭前，加媽嘅頭前有成。冇我知，阿 John 我知你未行，阿 John 你未bakar tapi tu lain asa din eh. Rosli 嚟啊，Rosli 嚟啊！Rosli 嚟啊，你朋友。有接到啊。講伊愛接。哦 ，hello。咱一啲朋友看到一啲 Rosli 是咱淡仔到啲 Facebook 看到啦。伊聽邊啲福建咧？伊有特殊嘅。QQ 啦，含人會有是 moderator QQ。歡迎我唔知，伊唔知曉未曉？QQ。Rosli 往等教你我到啲 clubhouse 先，是講我人請你起來，啊是你使看到一支手嘅啊，一支手嘅。你使掟你一隻手啊，就是舉手，就是 raise your hand。了，我哋坐落去係大頂啊！我可以用舉手，伊把刀嘅曉。raise hand。起手。moderator will pull you up。嚟起來嗬！走時去啊！走時驚就掟唔到。你把碌架惡用。未必掟唔到，究竟一掟就會接嚟到中。肯定可以到啲嚟就只能夠照改啫，新嘅朋友老師。有時你隻，因為你另外一個房間有時你 notification 一隻病咧，你跳去另一個房間去啊。對，maybe 動到白嘢，走去白你房。maybe 佢冇啊，對。話伊曉接到對就對，應該是會曉。了你別解。我看伊個我半桶水，白是半桶水。嚟，老師個嚟。講一般是冇咪搞嘅。expert 一種叫。老師嚟啊，老師嗬，咱咪解 join 咱嘅 club 嘛，咱嘅邊度學見 podcast 嘅 club 嘅，所以特啲，等我未記看到特啲 clubhouse 為何老師你去頂面啲管理青色嘅自己處，邊度學見 podcast 正處邊嘅自己青色嘅處，你訂啲青色處啊，你使按照 request to join 嘅上面嘅。club， 因為 club 咧，我特只有開班嘅。join member， join member 嚇 ，join member 了你 join 咧時，我就approve 咧，你就使接嚟做 member 啊！嚟起嚟啊，起手啊！哇，咱新朋友搞真快！你就是特接嚟 clubhouse 聽咧。我不記你學嘅話，就自己搞，自己發掘，真快。Rosli 歡迎。加 improve 歡迎 Rosli 到底到了位。你哋開麥？咱 Rosli 特別學隻名喎。麥開經啦，我也經。開啊 ！Hello， 歡迎。Hello， 你到底到了 ？Everybody， 歡迎。我baru tua KL。KL。Hello。如果開 YouTube 嚇，我看 YouTube 時，所以你 YouTube 會使 mute 佢啫。是啊。YouTube 會使冚一下。OK。冚聲嘅啦嚇。冇講就叻啲咯嗬。OK，然後Rosli 到啲加拉隆坡到加拉隆坡到 KL。對。你聽邊啲學見到久啊？我出事多檳城。我多出事多北海。到啲北海。未怪啦。你是細漢嘅當係有講福建話？
特別只幾年冇講噶啦。有啊。哦 ，I see。28年啊。哦，28年。伊跳真好哦，伊跳。特別有可能是鄧人咧，你是鄧人哦，還是？maybe 是鄧人會教鄧人咧？我是外公。你講是鄧人，外公嗰是內公。啊，對。外公一個 maternal or paternal？你爸是你媽？我係媽邊。哦，外公啦，我係媽。應該是伊媽啦 ，because 伊是馬來人嘅姓嘛，所以應該是媽咯。哦，特別你係外媽咧，外媽本是鄧人啦。我是安怎講啊？我媽這邊，我媽是教英教環歐嘛。特別你媽媽本身，你媽媽是鄧人啦，特別教英環啦。鄧人。鄧人，所以你是媽媽鄧人，爸爸馬來人啦。參。特別醫學嘅嘛是。食甲邊咧，對，甲邊咧嘅上，你真正好啊，你學嘅。你學嘅話是100% in normal accent 嚟。好了。對。好我講，伊笑音嗰時調佢就調佢哋音，佢哋 glow to stop。你個講幾刀？調。咧，伊家己講話，不講調就講邊度講啊？伊即句話邊度講啊？伊邊度講啊？邊度講啊？你老師，你特別想看你嚟邊啲學嘅，你知啦，你聽過邊啲學嘅啊嘛？我諗緊咧有畫面嘛。然後你若是講你要想，你家己一個畫面，你是要叫後面咧，你想過啊未？無嚟講，你點想？會使叫咪上垃圾面嘅名啦。你知啦，你關垃圾嘅名。我看真濟接了。你是到底YouTube 會start聽嘅嚇，到底 YouTube 會看起嘅嚇，還是你到底別位？我是到 YouTube 會是家己有時。安怎講啊？我真久無講福建話嘛，了想講愛 train 我都對我福建話講佢較順嘅嘛。哇！了我就看到 YouTube 就有這個節目，了安怎講？個節目就睇到人車。睇到人車啊！你佢曉講 Mandarin。是啊。睇到人車。我曉講 Mandarin 啊。เขาก็更搞啊！我是。會使，伊是 pass primary school 了，我見我講啦，我希望我物件我希望講有一日啦，有一個節目啦，是個 episode 啦，是講bahasa Melayu 嘅，伊是教人只字 slang 嘅物件，咱人maybe 鄧人嘅 community 只少用到嘅物件。咯好，對哦。教人只馬來文博士，對，教人博士，because 我講，有只 Facebook 用嘅字，係咪 like 係咪 post publish。即係隔了是有把心啦，以為 version 呢個，當時冇關係用啊嗰時候。但是別肯講我，因為我是讀鄧人冊嘛。特別你啲處，你隔你爸爸嘛是講馬來語嘅嘛？講波啦。18歲我就嚟 KL 是家己嚟這邊，做工，然後。講這年無拄我爸我媽，我拄對我爸我媽來講咧是無幾年啦，2-3年啦，兩就幾時了。特別你特別是，你個 close 嘅時候，咪咧是Malay community，個是 Chinese community。哪裡個咧？你參咪朋友啊？你參咪朋友啦？參半夜啊！你特別是 friends 嘛？我到檳城嘅時咧，我到北海嘅時咧是鄧人朋友較濟。我了過了後，我嚟 KL 嘅時咧是安怎講啊？是Malay朋友較濟咯。because 北海較濟鄧人 ，KL 較濟。檳城本身就較濟鄧人咯。
趣味不要緊，不要緊。你本看所在本啊，嗱講是拜日巴嗰邊是吉持雲啊嘛。哦，拜日巴嗰邊嘅是只隻雲啊嘛。我看伊小英都要等人面本啊伊小英都要等。淡薄，是啊。因為淡薄係。嗱講看這樣面嚟講是等人面了。講。誒，好咯，伊是 the best of the world。嚇 both worlds。both worlds。因為你本嚟，同我講，伊是馬來人，我本嚟相信。我本嚟相信本咗，所以伊講伊學嘅話，點先啊？伊是無強嘅，你做伊就是邊樣嘅技術嚟。誒，咱嗰個你攞邊開佢哋 YouTube 本開數啊 ，YouTube 嘅時候就俾 come 了。你講好啦，反正我好多想，我 before 咧，咱講一個 convenience store 迄個話題講了時，我好多想，笨你係咪好名？咱個邊咧垃圾，免笑啦。啊，你知呀？你有呀？我已經有畫名了。啊 ，OK， 來。OK， 來。叫我阿里巴巴咯。阿里巴巴，係啦，阿里巴巴，會使，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個啊，講嘢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誒，我覺得即係蘑菇啊，你聲咗就大嘢咗。咩事冇？我冇佢聲咩？冇咁聲咩？你冇咁聲，你聲就大咗，你佢面前嘅聲，你做啲你氣聲，我覺得聲到㗎啦咗。誒，แล้ว阿里巴巴我咪是啲坤吧？阿里巴巴聽落古啊，本來學嘅，到底 YouTube 聽有一年哦。有2個月有了，2個月呢？哦，怪新聞。啊，你就是因為我把路我是變遷啦嘛，冇做工啦嘛。哦，我咧都出只線嘛。啊，你我成講自己看5-6次半番咯。幾條啊？幾條第時間？伊是自己看5-6次，變你學嘅都知哦。變你學嘅 marathon。佢哋隻物件啊，就唔知要幾個數個。你會看到鬼啊？有，你會看到鬼哦。Because maybe 伊接觸嘅物件較無相 religion 啦。我講鬼嘅個數嘛。我看到嘅是別拉沙是 A 啦。哦，拉沙。你聽過就講，maybe 往家己嘅社區裏邊較少聽到，你嘅社區聽到就係。按照款嘅規個數咧，講我講啊，或者 agreement，或者咧唔是，你叫 research 啦，所以因為即款嘅物件我是真無安尼相信啦。哦，較少聽。誒，等陣嚇，你講，我會記講有一道啦吼，我嘅厝嘅 CCTV 有翕到一張啦，一個白紗。兼一支卡，啊了，唔知有啲我係我係我手亂看，OK， 但是看我唔知啦，我哋愛吹咯，我哋愛吹 ，OK， 你幾個字？佢幾個字？掉都佢冇上線。貴個數特貴字都有嘅嚇，貴個數特貴字都有嘅。但是我是有數格聽，但是我冇相信啊，唔是講冇相信，係講有時愛上本未。哦，真無邏輯。哦，伊成國中，咪相信，即款嘅物件，夠出現到。特別如是咪相信你本嚟講嘅即物件，你個數是聽爽個數講個數就係講嘅嘛。你使我是暑假女人嘅個數，暑假女人嘅個數真正安怎講啊？會使得真好真暑假講笑啊！刺激。咁你再鬥嘅是笑。刺激。喂，咪拍牌吧嘛先。我咪拍牌，你自己拍牌 ，OK？ 我咪拍牌。你拍牌咪先我 OK？ 啊，我咪跟你拍牌 ，please。你咪先是你自己拍出來。我講到嘅，冇人講到嘢就，咦？我自己走出嚟，自己拍自己就。你講係咪你小英阿里巴巴？嗱，講我隨條迄條小英啦，我應做 send 好咯。哦，你 aggregate 會時來。aggregate 哦，所以你看你本來學嘅我錄音嘅時啊，我當時一個月錄一擺嘛，
季節是幾號啊？龍人講19號對。一個19號，你如果是去邊啲福建 .com 嘅 website 咧，係邊福建 .com 咧，那是講有錄音嘅事啊。我有當時我就係你個 post 啊，一到我就係你個 post，你使 sign up，你 sign up 你就會 link 啊。但係你常嚟 clubhouse 嚟講，係你就得在 clubhouse 咧。我講往 clubhouse 拜一拜四啊，有開房嘅啫。我睇到有開房嘅阿妹，所以你係嚟講上房嘅。冇 recording， but just normal socializing networking 嚟啊。Actually， 嗱是人未困，就是有 topic， 因為人未困，伊人開有同人講啊。啊，嗱是講未困，我未困。因為我未困，是講我已經冇做工了，多出神啊，了困未落，我困1點鐘2點鐘。Clubhouse 下路啊 ，Clubhouse 下路啊 ，Clubhouse 下路啊。Because 我諗個冇上所在啦。要揾個你銀幕牌啊，啲大啲美國加拿大啊，開房一點鐘都是，嗱問你先，未困一點鐘，對。所以阿妹愛參馬來西亞點鐘，阿妹就去半暝冇參參嘅。歡迎你嚟這邊嚟學嘅。然後嗰個一個物件要教你，咱 join club 就是你看到頂面車一間厝嚇，你訂你一車厝。我看到你 join 下。大家看者。冇，我看到迄個內人 join 我一個台灣婆加阿min，就是阿min啊。所以你使 request to join， 你 join 了時我係使 approve 了，所以變有係咪邊嚟學見 under 邊嚟學見嘅 podcast 做物件好，對看到你嘅。咁你哋同啲你啊，你看到第一關咧，你看到你手機第一關裏面，有邊嚟學見 podcast， 看到邊嚟學見 October recording， 頂面。就冇係咪物件冇聽咧？一頂面咧，較懸就冇。你要看邊個學見 podcast 咯？你是 Android 還是 iPhone？Android。Android 冇上嘅咩？係頂面冇一 club 嘅名啊。邊個學見 podcast？你看邊個學見 October recording 嘅頂面個喎？還是 surrounding 或有一個頂面有一個。一個 Nokia 啲又揾嘅。哦，係你 leave 呢？哦，未記，我記下你啊 ，you know what？你去邊個學？哦 ，maybe already remember 了，I think because 你記下你 link， 但係我記下你 link 你到啲 YouTube 時，你 already click 下邊 join 一下啊，但係是 already remember 啦，搞啊，應該你 already remember 了。哦，你用佢哋 Facebook 嘅 link 就 already remember 啦，嚇 shortcut 就接 remember 啦。OK。歡迎咁，所以白刀我嗱講，我看老人咯，就係講，我直頭 enjoy 仔咧。I 看我人咁，notification。哦，即邊條 clubhouse，你係同啲對人咯呐，對。要對話了。你使 follow 嚇，你使 follow 別人們咯 ，follow 成個博金啲。是就是阿龍，是差唔多嘅，就是幾啦，一啲都看大啲人們，了對一時我係咪 room 嘅時就同啲路啊，你哋出隻 notification 講 OK 開隻房啊，咱講呢，個兩白刀關事咧就在咧啦，你就識啊，你過關係嚟啦，你看到 notification 但係你 follow 情歸人嘅點先，話你 notification stop 嘅，頭一刀用嘅，所以又見到誒嚟識嘅。了等陣我普羅到對嚟啊，等到啲吉隆坡對嚟，等去吹 Rosalie 數，吹阿里巴巴對嚟啊，了吉隆坡咧，吉隆坡啷ราซา到啲吉隆坡人，啷ราซา掉喺你便利店誒南邊 convenience store，哇咪冇上嘅咧，嗰邊嚟。我是唔知啊，邊啲人做啦，但是我大概做冇咪方便咯。哦，吉隆坡是唔是有家己嘅就係借咩 K 咩啊？有一間叫做 KNN。K 都乜是就係咁正嘅哦。是啦，係啦，古嘛，係咪8 pagi 嘅時咪8 morning 個未記啊？我觀下經，local 嘅名。
The Lima是咩嚟 The Lima ？The Lima， The Lima 本是14點鐘嘅啦。冇啦，本來是冇。你佢有12點嘅，我12點。我就你K頓乜啦？K頓乜是14點鐘嘅啦。你講便利店係，你是上到就是14點鐘嘅嚇。那是講冇14點鐘，未使算便利店嘅條，冇搞便利數。人幫咪殺雞，俾佢買皮囊嘅，陣時俾驚呢啲你俾。你冇搞便利，真係未使便利店。俾超玲瓏嘅時候，俾學生嘅。呀，呢啲超玲瓏，掉情學生。你人家啦，人嘅超玲瓏，家啦頭一擺買，我是第7件為買，唔是哦，係人頭一擺買 condom 是大買。你話未記啦，人頭一擺買點先啦？人當今即10幾歲、20歲嘅人啊，冇個。人頭一擺是馬路正有人講起哇 condom，人是頭一 almost like first batch or second batch 嘅人嚟咗，所以人會歹勢咗。當今佢買是真破湯嘅事呢。我唔是咯，佢真係買是一邊啊。condom 邊啊，就是被紅油嘅啊，都幾你定俾紅油，你唔知變成香 condom。好啦，一算時候就係一算嘅基本是你嘅時候，一個電視嘅電腦裏邊啊。我上個時唔係俾佢 condom， 我唔係俾佢 condom， 你好 condom 就快係 free。呀。對啊，佢咪少人去買，佢嘅所奶人學路 free 啊！啲政府行路嘅事，有出嚟哇！你聽到嘅？食半碗誒，我自己參加 event 咯，佢參加 event 有咩 parade 啊，呢個生產嘅咯，啲嘢上路嘅，上路有啲人未必答你用是你呢？俾啦阿婆嘛。對，所以到底人特別人 before 人講啊，即個便利店嘅事，個 in between 到底菜店啊，加當便利店較新款嘅菜店啊，係是中間個一種個咯 ，mini market 咯嚇，邊啲99咯，99是 mini market，特別99邊啲冇嘛？99係咩？99係咩？我冇聽過。便利店都是 mini market 咯，唔是咩？便利店就是 mini market。mini market 冇開14點鐘嘅。mini market 冇開14點鐘嘅。mini market 是自家 family business 嘅。mini market 是有講嘅 modern 嘅菜單碼嚟嘅。啊，對，所以差唔多 slight overlap 咁。我咪就邊啲 proud of 邊啲嘅你叫咩水花是 mini market 咪即係 start 嘅點先啊，真早。before 佢大間嘅事啊，大間嘅事嚇。依叫做 Ray-Fi 點先啊？依是 mini market 嚟嘅。特別我在 mini market 個唔會想啊咯。我喺 mini market 嗬，我想 mini market 是上個，伊唔免講有 aircon 嘅，伊是較新款嘅菜店啊，伊賣物件，伊無賣迄個玻璃門嘅對，玻璃門嘅嘛。啊，有咧玻璃門，有咧無，我講 mini market，有咧是開 shutter 嘅。我喺講國嘅。到底講內喺你 Southern Bank 嘅邊有一間 mini market， 伊無愛講嘅，特別伊嘅店咧是上個當今嘅迄個 set 對來對咧，伊一aisle 你看擺水，所以無想講咧菜店嘛，是種 head 嘅物件，然後伊較拎嚟擺物件上淡薄，上個 supermarket 嘅 aisle 你看擺水嘅咯，特別伊無愛講嘅，真型呀！古早菜店嘛是大力驚型嘅，當然是 scan barcode 嘅。冇啦 ，mini market 本是大力驚行本嘅。對 ，mini market 是大力驚，是講要 cash register，滴。有人嘅7-11，你七件無安尼4件，係唔是啊？啊，對。嗰陣時去 mini market 嘅。mini market 咧是實較新款，特別伊賣物較無呢濟，你袂使特項物件，伊較濟無賣呢錢嘅物件。無賣地下機嘅。啊，無賣地下機嘅。無賣地下機嘅。我有一個問題，我特別一個 question 俾問。我冇聽到你人講，我人 Canada 我人都叫 corner store， 我阿甲我人嘅 corner store 就是成個 mini market 咧，對。啊 ，because
corner store 是無白頭嘅，伊是 usually 是 mom and pop 嘅聲，嚟做細生意嘅人聲後點講，所以我阿甲 Canada 嘅 corner store 都是 Malaysia 嘅 mini market 啦，係有菜店啊，伊愛食菜店啊 ，OK。古早嘅菜店啊啦，有賣淡薄菜，食到有淡薄bawang啦，呢物件。攏講嘅 mini market 賣物件咧 ，mini market 你是買無迄個成個大粒長頭件，可能買無嘅。特別你會使買到糖啦、鹽啦，你會使買到較chewing gum 啊、餅啊，那啲物件。對。菜蛋媽是前河路嘅，一百對，伊糖你唔是成日講哎呀糖我愛攞 kg 嘅無嘅，你意思叫你去夾攞 kg 嘅 bag 呢？對，這邊真奇怪，我人係賣落地對，我嚟pharmacy冇賣菜嘅，對，茶包落地，茶包落地。冇上應該是冇被茶包上落地包，菜蛋媽冇被茶包落地，mini market 冇被。菜店啊有你知哦，菜店啊有查某落地，有，我會記你知咩事哦？你去買時，伊有無相嘅 bag 甲你包，伊無互你相。夾掉，安尼看，伊有包起來一下呢。因為我捌看過，我會記，我直到去時，我會小學嘅時候，我一出來，我會等我爸嘅時候，我是到底一親手，特別伊親手是毋是 belong to 伊菜店仔嘅人嘅。所以我特別去伊店咧，我是去買咧，唔知2包3包咧飛機嘅餅，然後去當兵嘅坐，等我爸來載我咧，你我看到我先生一到來時，伊會買。後尾棉花嚇咧，就去夾佢，然後去夾咧，是你個 deck 咧，一個夾子咗計爆起來一個可以。你人就哦，伊袂酸啦，你講伊是袂。伊唔是酸，伊唔是酸，特別細包咯，伊無大包，伊唔是講一包啦，特別伊是細包。伊是普通嘅白口嘅時。伊開你大壓咧，夾一個個 deck 咧。無，伊是特別伊 bag，伊唔是one。大 bag maybe 一包裡面有6粒，成日看啊，即係哦，較細 bag 嚇，特別伊是細包嘅，寫例如經未貴啦，14咧，12咧，然後明白嚇，你叫棉花啦，你叫棉花，佢俾棉花。佢早買棉花是第一包嘅，因為別使互人看嘅，and then 伊都是係包布抓起來，and then 係攞嘅，冇是夾黑色嘅攞剪入去。嚇，對我真奇怪啦，because 呢是隻正常嘅物件就是，咱去做嗰隻歹勢嘅啊。是啊。because 是隻正常嘅物件。就是咯。佢早冇上啦，佢早那時候講查某物件歹勢。是咱家己害到家己呢。無啦，咱講咪講到月經嚟講嚇，你有啲人成日講，哎呀，我唔知係咪月經嘅，驚問媽咪係咪是月經嚇？咧佢就俾佢 explain 咧，所以你知道咪講？你介紹月經就俾應該成個介紹老細那款上物件，冇係人嘅身軀發生嘅物件嚟嘛。是當見冇上啊！你講老細咪就真唔對物件，咧放出來咧就最主要物件。咱月經月經是查某一個一來一打硬嘅。咱就無人講，人我那有人講誒，等到 Asian 個咧是 sweep under the rug 誒，一頭唔使講咩梅咧，物件梅咧，做咩鬼嚇？你是見哪人？你見哪人咩梅咧？做叫拉拉衫。嚇，拉拉衫。我唔要緊，我第歹勢就是啲你80萬人買地殼，你講實，你個驚講你夾起來時，人個看你卡嘴唔知會接未？我個未歹勢，阿什拉沙。小蛇啊，一條小蛇情味咯。一直大家講話，冇啦，這個大好，但係你都冇卡吹，一直講。卡吹 BB 啦，卡吹 BB 面情咧大好嘅。情咗你領未邊諗？哎呦，我係你情嘅啊，什啦沙你領兩小，你領小蛇粒，驚佢蛇掉。你是 C 啦，你都有 C， 你是 A minus。好笑咯！哎啊！我就講我一驚，有一地殼啊，今日你多，mini market
mini market 有被 recycle 抓唔是啊抓嘅 what reuse but I mean one use disposable single use disposable 唔是 recycle 伊是抓啊有嚟啦會穿我是別咯我捌穿過一道 OK 啦我冇 comfortable 咯 I mean maybe 先嘅 OK 啦伊淡薄你係成個行路時啲國家是紅邊咯我成個行路時我成個會聽到你抓嘅聲啦可能我未出嚟我成日卡住坑架仔有兩架仔你卡住坑就被不吉即刻被不吉我都行路時呢聲你話咁做咩？我是 feel 到，你我捌穿一道。有影誒！我咪穿一道是到啲飛機，我到啲飛機會穿。I mean 我 travel 時，了有陣時講較方便，你穿嘢時垃圾嗰時你趁換咯，到啲飛機會。頂頭我冇翻 business class 嘛，頂頭冇得炒。所以就會穿咗business咗 business class 啦，咗係地殼。我驚你破去。我一頭去你bathroom，解夾我去夾我誒 hand luggage 誒地殼，一頭開換，嚇夾到飛機會。我上個是有過。我條我冇穿。我上個少有過啊！我係叫我係燒一雙嘅，可能唔知幾條五條一雙嘅，可能六條一雙唔知。我上個是有過樓頂嗰時，我除掉嘅時候翕相影可能看。我心口燒起來，唔知做咩事，到對我面前開去。Anyway，咱講落句啊 ，OK，聽冇聽？咱講 convenience store 咩 unique 物件到底邊樣嘅我看小金庫開伊賣。對，我俾個人講 ，actually after 即個 MCO lockdown 有真濟物件無上。頭一條我看到嘅是就是即個 convenience store 呢，無特間會開24點鐘，因為樣無夠人手。無 staff，無人手。So有嘅呢是12點就冚咧，有嘅開到12點咧。當今少啊未？71點。特別70應該是有開24點啫，伊still是開24個啦，7。冇你講冇人應該有冇夠人去 rotate。所以有7本冇開24點鐘，本來有嚟有本來頂。有嘅冇開嚇，有嘅有開呢。因為咯，注意先。即是默默看 area 嚟，我有冇見？看 area 啦，because 行政無好。แล้ว另外一種嘅店新開真濟呢，是會使講算種是新款嘅 mini market，伊有賣菜，特別伊不有賣罐頭物件啊，物件了嘅。變咗而家只莫新款嘅菜店買嘢咯。伊是正嘅新嘅，差唔多啊，所以伊嘅 size 是上加，特別伊一隻新款嘅。所以伊是上加淡薄卡，想 cut down 了誒 supermarket 呢。佢就是伊是上加講伊有賣菜賣罐頭，特別本地伊賣貨啥物貨咧，佢就是隻鳥。隻鳥，所以隻物件啦，賣隻物件。隻料。食料對，未食物件對。所以伊真正成個 supermarket 特別是細間嘅，所以變做 mini supermarket 嚟嘅。了尤其是賣真濟伊種 frozen 嘅物件。伊是 family mart 咯，伊 size 就大。唔是喎，伊唔是 ready food， 伊是raw 嘅 food， 特別 frozen 成個frozen 嘅魚啊 ，frozen 嘅包啊，家己吹嘅可能，有可能是就一人無就是死掉頭路啊，工廠無通做工，咱家己走出來做成物件啊，啲樣嘅neighborhood有可能先啊，當然比較特別話稍方便，你免掉啲去 supermarket 咯，你係賣隻鳥，你係賣淡薄罐頭啊，是咩啊？แล้ว伊賣物件是隻 focus 啦，佢就是隻物件，伊無成日講，伊無賣伊種棉花咪無賣。查某路地本無。伊是成個細間誒 grocery store 款咯。對，嚇。你是正嘅 mini mart，你是正嘅 mini mart。แล้ว你講這是你。有當今有真濟啊，真濟，唔是講成日規間一間嘅，可能你看到是有一個 trend 啦，就興嘅，可能店啦。
哦，你叫咩名咧？你有寫你記，伊有是啥一大公司名，還是家己出來人開嘅？一定是大公司。檳城都是區有一間安尼店咩？哈。其實我這邊有一間，但係我袂記啥物名。你是到底？你大半班80名，你做到？伊本有開真濟，我大半班，特別伊有開，伊有真濟間嘅。我知，是唔是？人是711，伊是811嘅哦。我捌看過一間是安尼款咯，伊是811。哦。了我甲我試講，我甲我爹講，我講伊 spell 唔對，人是711。我爹講伊就是掉啲啊嘛。你係啦，即是。伊愛對，但係伊袂使對嘅，所以伊叫8。你真係嘅，你寫真搞嘅。我想講伊 spell 唔對。我想到啲。我覺得伊名叫做 Sugo Village。I think 這是淡薄成啊，特別 I think 我係使物件無辦基本咯。伊有較貴淡薄啦，但係伊是方便咯。所以有當時你買條地氣啦，再一買條地氣，即 Aeon 啊，食幾多咯？所以使一頭，佢係並買掉嘅物件，可能食物件。對。good idea。就我這邊一間吼，伊青嘅基本有本。哇，好食咯，未菜本啊！你講 fresh 嘅菜，青嘅菜係咩？有，特別是講，特別伊是成個 supermarket 那款啊，你一擺起來係到啲程度，佢伊唔是成個講，你好多剁到條病啦，啦，因為啲 pre-butchered 了物件㗎啦，白雪水啊，我啦晒，成個叮當嘅 cold storage 那款啊，特別 cold storage 是算咗只 supermarket grocery 啦。個 sorry 是到底係啲飛馬嘅啊，飛馬嘅啲嚟回飛馬到底是叫咩？到底是叫飛馬？當今是 Giant 嚟。Giant supermarket 而家變咗。OK。這邊迄個便利店啦，真濟人啊，大邊買迄個看車食了未困嘅，你叫安怎咩啊？Caffeine drink, energy drink. Red Bull, Livita. Red Bull, 安款嘅物件。Livita. 只行款嘅 brand 嘅嘛。Livita。真濟人去，伊人買真濟都是安尼分啲啦，分啲甲遐個物件。咁真濟人去哦。買安款嘅物件。嗰啲啲嘅，成個咩 donut 那款嘅物件，是嚟 Twinkies 嚟。對，Twinkies 對 Twinkies。alcohol 咪買 beer 咪咯嚇，對。我下邊，你睇 OK。我諗這邊是買袂着啦。我可能係未使買酒嘅啦，嗰邊。袂使，我諗買酒就買去酒店，去 liquor store，還是去 beer store，嗰了是 government control 嘅。這邊嗰了是 government 嘅。係是我唔知。Malaysia 7-11客股嘅時候，如果係買下你 vodka mix 嘅。vodka 參 orange juice 啊，買 mix drinks 啊，你買就 from 7-11。當佢買。Canada 都掉去酒店嚟買。我諗 government control 嚟個。嗰了是 government control 嘅。了你冇 ID 個別攤買。我嚟看你去寫，伊冇。一卡你是你個真歡喜啊！一卡你是個真歡喜。哎呦，咁時你看我哋知。我分袋一卡。John 啊，Amazon Go 啊 ，actually 是 convenience store 嚟嘅，但係啷真冇嘅。Amazon Go 成日真係講下。你是講接起啊？接起啊！你自己揀。自己 scan。對。有出去啊！呢個。我想講唔使 scan 嘅，我想講伊有 geo positioning，你叫你物件，你夾走呢，伊就 charge 對。你唔知是你 hedge back 嘅時候，你夾，你 back อีก嗱charge automatically 用咗 Amazon account。你自己夾 back。我唔係用，我唔係去過，唔係 try 過嚇，方便乜啊？講住並冇。London 有啊，要嘅。你先看睇點。London 有，可能 London 有啦，我在會有路嘅冇。你面頭我係 topic 嗰陣話到對變咗先看睇點啊？人哋諗咁時講係你便利店啊。便利店，能夠講冇像嘅即係 evolution of
The stream's current bit rate is higher than the recommended bit rate. 我驚就係嗰啲，伊 stream 不啦。啷個我都在大笑啦，所以我想 distracted 吧，你發現 topic 有我就講白物件，伊個我要講咩我未記啊。我諗講就把你唔是緊啊convenience store 嘅topic 呢，所以我就講到啲。OK， 是但啦。咁注意啊！注嗰個 last chance 後人嘅波槍，冇講到話人便利店，還是菜店啊，還是 mini market， 還是即個係咪 village？ 我會使講一件件。會使講。OK， 原來講是便利店，要入4點鐘哦。免啦，講啊。入4點鐘。入4點鐘，特別伊唔是便利店嘅喎，伊是 super center 嘅喎。係你冇咯，係你 concept 個冇成啊，伊個唔是成個講人菜店嘛。伊是普通嘅店，特別開入4點鐘對。伊是普通嘅 grocery store 嘛，成講伊咧 Walmart neighborhood store 啊，咱咪講係 super center 啦，但是講係 Walmart 嘅 neighborhood supermarket 咧嗬，伊對開入4點鐘嘅。แล้วลูกไอคี但係伊都無 convenient because 我都俾去到安尼大間，แล้วก็俾排隊，所以 to me convenience store is 接觸快呢。對，我哋這邊位咧，金峰位咧 ，especially 我同伊對大 Walmart 嘅headquarter 這邊位咧，真正 convenient 嘅，我免排隊嘅，你 self check up 有。特別伊是較大間，無好一項嘢。我媽無好一項嘢時啊，因為你阿Arkansas咧，伊唔嘢嘅啦，是無咪好排隊啊。我是感覺到咧，Arkansas 是真正好嘅。便利店咧是伊個店，你就入去，你會看到個了佢間店咧，所以你要買蝦米物件，你行隻手隻刷落對買到個了物件，了隻out就出了，你就是買成較成個咱破開入4點鐘嘅後，你嗰度行，加去後尾嘅古咧。對，對我嚟講啊，你若是叫我行過5里抓咧，就是唔是 convenient 啦 ，convenient 就是想3-4抓，你會看到幾間店安款嚇。That is convenient。我未看你Sugo Village，我未看Sugo Village， 聽起來成啊，唔是 logo，Sugo Village， 但係小金湖個人講嘅，哇，嗱，諗看啲 website 哦 ，limited time offer 係咪？等人節，等我看，特給你驚喜，即係 scroll 起得快，限時特價什麼意思 ？Limited time offer， OK， 那買豆腐，個有買落地 frozen food，OK， 免費雞蛋。哇！免費子彈個 dragon fruit， 貴佬加是一粒。貴佬minimum spend of 50 ringgit 啦，乖開個10個口。未歹嗬，這是I think這是做學，你知這 concept 啊，我想到有當時啥物，你知有當時人去。到啲 condominium 啊，你可能有也好，然後你嘅 condominium 嘅 building 樓下有也，要開一間咧，較細間嘅 grocery store 咧，可能 concept 啊，就是，所以變咗到啲 neighborhood 有啊，你愛去免掉提供一道去，你會使行落來樓下對買掉，還是你行去隔幾條路，是即 motorbike 咧，即份證咧過去，買你免接店上簽門口去買咯。To be 本嚟 concept， 我覺得我味道比我啱得做物件較香。伊做一間泡擺嚟頂，我味道較香。OK， 感謝這禮拜啦，講個一邊先了，希望你人若是所在嗰邊若是有，無相款嘅情況才條碼呢。我是要請下你阿玲嘅，叫佢起來講嘅，是講因為暗暝就是困嘅啦，一天。
10點半困嘅。然後不知講過啦哈，咁就特別嘅邊個啦，尋日先招阿里巴巴起來尋日人講話到啲 Clubhouse 咯，但是不知對到阿里巴巴是特別較好交代啫 ，OK？ 到啲 Clubhouse 朋友，然後那是諗唔到 Clubhouse 有嘢來使到啲 Clubhouse 來見面，甲我人見面，到禮拜幾日開幾人房嘅，個有到啲Google Meet 嚟感謝大家 Google Meet 嘅朋友，禮拜再見，再見，嗰隻 topic 嘅拜。到啲 YouTube 唔是YouTube 對，到啲 YouTube 嘅嚟朋友咧，讓是頂一禮拜無嗰隻 episode 咧，到啲這邊第一定看第一聽 subscribe 上加阿里巴巴嚟看，到禮拜可以聽新嘅話題，的確無啦，免買啦，我真歡喜。End stream。阿里巴巴啊，中國阿里巴巴啊，不是上個